xa nhau một năm vui sống tốt an khang, người nông dân thêm lúa thóc, người thường gia mau phát tài. T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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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ến rồi, T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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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ến rồi, T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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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ến rồi, Tết đến trong tim mọi người。我们协会是高雄市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那我们是属于就是文创艺能，所以我们的协会就是主要是推广我们的新住民的语言，像越南语等等这样子，还有文化的部分，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一些文创啊，主要就是我们很多姐妹。当初嫁来台湾其实是很多梦想的，就是因为帮助娘家经济状况也好，或者说等等其他的因素，所以就是自己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很早就嫁来台湾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姐妹都在遗憾这一点。包括我们大家都一样，我自己本身也是很爱玩，很爱有一些艺能方面啊，爱唱歌啊，或者有时候一些等等，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成立这个协会，是让我们的姐妹可以实现梦想。大家一起来欣赏，欢迎你们。我本来是我去上那个美甲的，我认识到沈林峰的，然后他介绍我来那个协会。那是协会这边是一个那个回年节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协会有一些活动的，我们回来这边大家一起来玩啊、是啊，还是聊聊天那些事情。等会喜欢什么？过年喜欢什么？旅行。来，马上有红包哦！你看哦，红包里面有什么呢？这个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我再给你们猜猜看哦。来，1、2、3，噔噔噔！跟奶奶一比哦，一个人一张看一下。哇，真的，来，你看哦，来，你的我给你小。我的小时候，我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那我们家都很穷嘛。都会帮忙，爸爸妈妈会帮卖彩券。我读书是那个下午的，我读书，白天早我会帮忙去卖彩券，然后卖到10点我就下课，卖完了，然后我回来会去上课，上课上到那个5点半回来就煮饭煮完的时候，然后我又去卖到晚上，卖到4点。那我想到那个我已经不，没关系，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以前的童年，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西瓜，我们越南过年一定要拜这个哦，不管是什么，你一定要拜这个跟粽子。这个为什么要拜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卖样店的故事上次一个讲到驸马爷跟那个他们的公主那个就是国王的那个里面有一个女儿嘛，干女儿而已，嫁给那个，所以那个是他的女婿。后来有一次他就是会跟人家怎样，后来人家说，你。很多人就是会很羡慕他，说他很有钱，很什么什么，他也说我有钱呐，那是前辈子我修来的福，修来的那个，所以是我的就是我的。结果因为这句话传到那个那个他就是他老婆的爸爸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很多那个都是会跟他说，那这样干脆就是把他赶走，赶到一个无人岛的地方，就说让你自己来自生自灭，看你会不会能有活，因为你说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嘛，而不是要我给你的，所以后来就把他送到那个无人岛。结果他去无人岛的时候，他太太也跟着去，因为所以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他们全家跟小孩一起去那边，其实是沙漠，都没有办法生活的。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他太太也刚开始有抱怨。那最后的时候，他在那边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刚好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有一只鸟从那个西方飞过来的话就吐下来，就是这个西瓜子。
好，涂下来，他那时候不晓得是什么叫西瓜，他就拿去种，他就种的时候，突然就会每天都灌溉嘛，灌溉之后就会长出来了，后来他就会打开出来吃，而且我们那个是红色的，哦，就是红色，他切来吃，他觉得哇还蛮好吃的，结果后来有一些商人呢，也是刚好去搭船做生意嘛，经过，他们就是因为种很多，所以他们就会刻了他的名字麦岸定。刻完以后，他就会丢到大海里面，就是让它漂流，看看能不能就是传递出去这样子。结果就是商人，坐船来做生意，他就会船坏了，他就在那边休息或什么，刚好他捡到，结果后来就因缘这样就进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驸马爷还活着。后来他就说他要用黄金来跟他买这些拿去卖，最后就是被人传到他那个父王的那个生里，后来就慢慢的接他回来。接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国王的那个就是从完那个才只好真的是认了，说真的是他说的对，前辈子修来，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有自己有钱财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为了纪念他，一定每个家庭都要拜这个。然后就khô rồi, để một đêm nó khô à, nhanh lắm. Kiểu này nó ngay là cái bánh này là gì cũng có cái từ đầu chứ đúng không? 除了拜这个西瓜以外啊，我们说还有就是一定要拜这个粽子，就是南越刚才有说的班爹，这个是班正，对不对？好，这个是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叫班正班仔哈，那个故事。那这个的话，其实你看呢，就是用芭蕉叶来包的，它就是四方形，就是天方地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是类似抹吉一样，抹吉的那种哈，它就是用拜这个也是有故事的嘛。以前也是有一个那个后来他就是说有个熊王，他要传王位给孩子们，但是不晓得到底传给谁，18个嘛，传给谁都不公平，那干脆只好说你们小孩子们、王子们，你们就是要去做一个料理，看有比较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我就传王位给你。结果他10几个，有的有钱，有的没钱，有的最小那个其他的那个比较辛苦。他没有，他就种田种农，其他做的山珍海味等等，他只有这个小的那个，他就会做什么呢？他想不出来。有一天他就懵了，只有跟那个梦到人家说，你可以用当地的食材，可以用自己种的农夫种的一些芭蕉啊、绿豆啊、猪肉自己养的就可以来做啦。还有就是稻米的香味啊等等，所以后来他就会照这样子做，他就会除夕夜的时候，他赶快做。他就是那时候做完以后，他就会用什么包呢？就是芭蕉叶包着，里面就是绿豆，中间有绿豆，还有就是像这个，这个是圆的啦，这是北圆，它类似这样子，它里面就是有绿豆，还有中间有那个猪肉，后外面这样包起来，所以我们就会说什么天方地圆，所以就是也是说这个叶子也是类似像父母。养育子女的知恩这样子就是所以大家要孝顺父母这样子，所以非常有意义。当天就是盛出来，大家都山珍海味，他只有这个出来，大家都笑了。结果后来他就会说，那你介绍一下，你为什么用这么普通的一个食材来做这个？他就会跟他讲说，就是天方啊、地圆啊，还有就是一些大自然的一些还有农夫等等的这些。后来就是说养育之恩啊，要对父母什么什么。听完以后，父王就是那个熊王就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后来真的是传王位给他了。也是因为这样，也是纪念这样子，所以每一年大家都一定要除夕夜就是要包粽子。大部分是过节的台湾跟越南的差不多的。就是越南的那个过年的那个，我们会准备一下那个打扫家里呀，准备一下那个吃那个甜点的，还是做一些那个粽子这样子。然后我们会准备买一些花，那个叫做装潢那个比较那个房子比较漂亮这样子。
在越南比较热闹一点，就是我们过年会去，就是兄弟的家拜年啊，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出去拜拜。在这里我觉得就是30号大家才在一起，然后别的话大家都出去啊，我是在家，对，比较不一样，一点不一样。就是像我们啊，过年就是煮那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比较清淡简单一点，大部分是水果啊、粽子啊，然后客人还是人家来拜年的话，我们就再去煮东西请他们吃。我来台湾啊，12年了吧。我来这边过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喜欢就是吃这些粽子，是越南的粽子。后来我就想到越南那边过年的很快乐。小的时候，妈妈爸爸都煮那些粽子，很好吃，自己煮的比较好吃啊。con mấy gì đây, con mấy gì đây? 19 đâu. Cùng lấy duyên với tao, duyên với lùa le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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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n 8 vị đây, là con 8 vị đây. 35. có phân ra là coi như là bên miền Nam và miền Bắc. Và chơi liền cho sư mình ta kiểu mình chai khăn nó. Các em đoán thử xem nào, bên nào là bên của bánh chưng, bánh tét, là cái nào là của bên miền Bắc nha. Cho chai khăn, chùa bé hay sư vô bé? Chùa bé hay sư vô bé hay sư? Đấy thế, thấy chưa? 我们再先讲一次，这个是bánh tét。一起念一下，bánh tét, bánh chưng, bánh tét, bánh chưng。我们在福东国小这边是每个礼拜会一次，我们不只是在福东国小，还有在其他的国小都是一样，就是大概是每个礼拜一次。那我们主要就是教他们那个从越南的字母 A B G。就是从越南字母开始学到单字，后来再来做一个绘画。主要就是说，基本的话，我们会给他食衣住行的一个课程，让他就是基本可以跟家里的人可以讲话。那除了教语言以外，那我们还有在跟他们分享我们越南的文化。就是分享说节庆怎么过啊，中秋节啊、端午节啊，或者说有一些故事让他们了解我们越南的文化，还有语言的部分。除了这个，我们还有教他一些玩游戏，让他们活泼一点嘛。还有就是歌唱的部分，也让他们透过儿歌来学越南语。主要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在台湾这边也将近10年的一个教学者了，所以我是爸爸的理念就是传承下来，因为爸爸也希望我们是用我们的华人的语言文化都要保留，所以来台湾以后我们在教这个，我也是希望说我们新住民第2代他应该就是要保留了妈妈这边的语言跟文化习俗等等要认识，因为现在就是新南向政策也是又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也是优势。孩子们会了这些以后，他们可以去越南那边，也许会展开了他们的一些很棒的一个事业或者等等也不错。那现在开始从小就应该要具备了。普通国小会成立这个班，是因为我们学校有60几位的外籍配偶的小孩子，那光越南的部分就已经占了31位。那当初会想开这个班，想说，因为小孩子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可以好好的沟通，有时候回到外婆家，也很在语言上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隔阂。那所以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了这个母语的教学，就是越南母语的部分。那让小朋友说学到妈妈的语言，跟妈妈的母国的连接性更强，所以他们常常很开心的说可以学到这么多的语言，也是很好的。那除了越南语的越籍配偶的孩子的之外，我们中国配偶的孩子也会来，还有我们台湾的小朋友都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课程，所以学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像我们在教学当中很多的话，真的很难，越南语是非常的难。那小朋友会利用我们台湾的那个闽南语啦，利用客语的发音下去学习，这样的话学得更快。那对越南的一些国情啦，像过年啦、一些节庆啦，他们会了解比较多。那我们常常会在母亲节活动的时候啦，校庆的活动也会有办理这样子的，请越南的老师过来带领这样子的活动。好，今天我们是過年，所以要跟大家分享過年的節慶哈。來，xin chào các em. Xin chào cô. Hôm nay là ngày lễ Tết nên là chúng ta sẽ giới thiệu về văn hóa Việt Nam. Là hôm nay là chủ yếu là về là Tết cổ truyền của Việt Nam là phải ăn những gì nè, và chơi những gì nè. Bây giờ nó hỏi nha. Bây giờ các em Việt Nam nè, có ai biết là bên Việt Nam mình ăn? 像今天我们就是跟孩子们介绍，就是我们越南过年的节庆嘛。除了我们要吃粽子以外，还有吃一些蜜饯类以外，还有拜西瓜等等的一些习俗。那我们还有就是说，孩子们可以穿上我们的越南传统服装，像今天穿的绿色、红色、粉红色的，那些都是我们的传统服装。它除了是在过年拜年的时候可以穿，那就可以去跟阿公阿妈啊拜年啊，拿个红包啊，开开心心。那个国服的话，像我们那些喜庆啊、办活动啊、表演都可以穿的。那个我们叫做áo dài，áo dài khăn đóng，对，男生女生有的不同。像我们今天穿这样就是老师在穿的，我们越南老师上课就是这样子。如果是学生就是穿不一样的，像国中的话穿整套都是白色的，对，不一样的，很有特色。Năm mới vui vẻ. Năm mới vui vẻ.祝恭贺新年，好来新年快乐。除了这个，我们就还可以吃了很多，但是重点是你们小朋友最爱玩的。像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毛菇嘎豆，我们姐妹就是非常喜欢玩的，也是过年的时候大家的娱乐方式。那我们玩的时候也很开心，就是说毛菇嘎豆就是鱼虾骰子。每一个图案就是有一个名称，那我们就会用糖果或什么押宝放进去，摇一摇，摇出来那个图案，出现那个图案了，那就是你中奖了。中奖的时候，我们就会送给你这些糖果或者说是这些礼物。尤其是我们很爱玩，对，我就希望带这样的过年习俗玩游戏的带来给孩子们，让他们也是感染一下，学习一下我们的过年节庆，就很开心这样子。最好玩的就我们过年。很喜欢玩，对不对？来，姐妹有玩过的请举手。有，都有玩过的。好，什么再来？这个是怎么玩呢？来，我们看一下哦。好，葫芦就是包，来跟那就包。好，给你拿着。来，第二个是什么？菇是这里，螃蟹。后来下一个什么？答对了。其实，在学越南母语啊，因为在将近10年了嘛。刚开始就是孩子们很排斥，家长也是一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先生不会愿意让我们在教，但是从我开始教越南母语以外，后来才开始就是接受。孩子们刚开始是真的很排斥，他们认为我没有常学越南，我为什么要学越南语？但是从这10年来，我们慢慢一直推广，每一间学校我们都在里面教，在协会也教，在其他的地方也教，后来还有再去演讲等等，在分享到最后，现在孩子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家长也接受。以前是大家排斥，现在是阿公妈妈会牵着孩子们的手，就会让他们来在讲堂上就是来学越南语跟文化，我就觉得很开心。父母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而且学校也慢慢就是跟着就是推广推动这一块，所以就是在让孩子们可以接触这块，就是家长跟学校跟外面的协会等等的一起来结合，跟政府这边的一个协助，当然就是孩子们可以学得很快乐。来，1, 2, 3，祝mừng năm mới. Đấy, năm mới vui vẻ. 1, 2, 3. Năm mới vui vẻ. 我
我们就是有一个表演团，叫做越饭团，越南的越，模范的范，团体的团，就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团体，习惯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姐妹们，每个礼拜六我们都有在协会这边免费教大家跳舞、唱歌。我们也是会未来我们就会培训一些歌星啊，还有就是表演者的。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高雄市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哦。Em ở đâu cho anh biết nhà anh đưa về cho mấy cái anh bên người kia cứ nói theo em hoài à. Ơi cô em về thương cho anh biết nhà bài anh ở đâu nha. Ơi cô em sĩ Tiên ơi, anh đây muốn được làm quen em, cho anh theo cùng em đi, anh đâu có làm gì em đâu. Mai em qua nhà em chơi, xin mai bác được làm quen em. OK đi sĩ Tiên, ngày mai anh tới.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唱歌跳舞，就是那个碰到一个朋友，他说那个这边的小伟有在教那个跳舞，所以我叫那个朋友啊，帮我介绍来这边来。后来碰到那个老师，那个林凤姐，他就慢慢教我们怎么跳舞，就是到这边来很有趣很快乐那个。Em ở đâu cho anh biết nhà anh đưa về cho mấy cái anh bên đường kia cứ nói theo em hoài à. Ơi cô em xì Tiên cho anh biết nhà này anh ở luôn nha. Ơi cô em xì Tiên ơi, anh đây muốn được làm quen em, cho anh theo cùng em đi, em đâu muốn làm gì anh đâu. 一开始是我带的我小孩去打预防针，就遇到林凤姐，她还说。因为我在家也是很无聊，所以啊，他说我们学会的，在你的家附近而已，就他给我那个地址就过去，从我家到学会就差不多1分钟，所以我常常到就，有不高兴的事还是有高兴的事，也都会回来娘家。我当作这里是。我自己的家，因为回来到我们姐妹没有讲中文，都讲粤文，所以那个开始的时候，我粤文才慢慢转回来。就一开始来到台湾就一直没有讲中文，就讲台语，因为我们公婆家都讲台语的，没有人跟我讲粤文，就差不多粤文。忘了一半，跟打电话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就前面就粤文，就后面就加中文就是的，我都忘了，我不会怎么讲这样，所以我常常来到就连凤姐说喜不喜欢跳舞，因为我们学会姐姐会自己教你们跳舞，所以我这样就也很喜欢这样就。加入乐饭团，进来，出去，一起，进来，出去，再来一个，一样，好，非常好。我现在就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这边，就有姐妹喜欢想学跳舞的话，就林凤姐太忙了，她会打电话教我，她说可不可以帮忙姐姐教那个新的姐妹这样，就帮忙她。一开始我也是学一点，我就喜欢的，就我给我一个压力，就我说。要学好，因为我站在舞台上面，很多人要看着我，所以我这样，我给自己的压力，就这样就学好，就学的。林凤姐说你学得很快，可是还没比较那个要温柔一点，也是很久没有跳啊，所以手脚也是硬硬的啊。你太快。Em không được nhanh rồi nó xuống nữa xuống được. Bên đây sao ta chưa
人跟人呢之间呢，还有台湾跟越南的文化，其实有一些小差异啊，这些差异就会形成到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像这10年来，台湾这边很在推广我们多元文化的部分，那所以就是很多文化都会融入在台湾，台湾也是开始慢慢去接受跟接纳跟开阔台湾的一个视野，所以就是台湾已经从台湾这边本身台湾看新住民可以放大的一个视野的，就是看国际。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是我们新住民嫁来台湾，其实是丰富了台湾。Chúc mọi người năm mới vui vẻ, an khang, thịnh vượng. Yeah!南台湾最强制作团队锁定台南、高雄53万收视户，强力放送广告行销、影片直播、活动规划，速洽 Home Plus 中家南平台数位内容中心。